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。大家有冇試過喺網上見到唔同形式嘅煮公仔麵方法呢？又或者有冇試過學金城武喺電影入面嘅煮法？效果點樣啊？今日就等我哋實測一下3個唔同嘅煮法，睇下煮出嚟有冇唔同。今次我哋用出前一丁嘅公仔麵。方法1，呢個係最懶嘅方法。煲好滾水，將個麵放落個煲度，之後將調味料倒晒落去。最後就完成啦。方法2，同樣都係滾水落麵，將調味料倒晒落個碗度，再加入熱水。之後就攪勻佢，麵煮好之後，放落之前調好嘅湯度，最後一個步驟就係加入麻油。方法3，呢個係最多步驟嘅方法，記住係凍水落麵。之後先好開火，麵煮好後放入碗度，加入調味料同麻油。然後同麵一齊攪勻，等1至2分鐘，再加入熱水，完成。實驗結果，首先評分只係個人感覺，而唔係專業意見。仍可以作準。評分以湯嘅顏色、麵質同味道做比較，1係最低，3係最高。第1碗係最懶嘅方法，可能調味料經煲過，味道係最濃同最鹹，而麵就適中。最後味道方面，湯真係有啲鹹，所以我覺得最唔適合我。而第2碗，湯係先沖好無經煲過，味道適中，而麵方面係煮得最短時間，所以我覺得麵質最有口感。味道我係3碗中我最鍾意。最後1碗就係最複雜，湯係3碗中最清一個。可惜麵就好一般，可能煮得最耐，味道就中規中矩。其實都冇一個指定嘅標準，最緊要自己方便同啱自己口味。
以上3種方法，大家有冇試過邊個？或者你又有冇其他更好嘅煮法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。另外，我哋仲有其他類型嘅影片，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。最後，大家記得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分享啊！多謝晒各位。